后来，这个过去有真侪中国人为着要逃离中国的统治，拢是走到香港去避难。不过，这个香港的主权回到中国至23年来，自由是受到限制，甚至搁来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。所以，即摆有愈来愈侪香港人移民到台湾，这个香港的抗争者嘛是拢偷渡到台湾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，讲台湾已经取代香港，将做逃离中国的避风港。73岁夏先生，1975年的一个阴暗时，伊坐一只家己做的手轮船，逃离中国的统治，来到香港开始新的人生。这是过去的相片。但是，即摆香港已经毋是当年的香港啊！一国两制后巧变形，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了后，有搁较侪人离开香港。 This is, locals say, a well-known smuggling route. The new phenomenon here is that people are starting to try to escape the territory by sea. 12个香港人进前对香港偷渡到台湾，离中途去中国的机关抓落来扣留，到目前为止还阁无法度和家人见面。 I want to tell my husband, don't worry, I will wait for your return, whether it will take 10 years, 20 years, or a lifetime. 台湾已经取代香港，变成是逃离中国的避风港。有的人移民，有的人偷渡。政府的统计，今年顶半年住伫台湾的香港人数量比去年全年加1倍。过来，咱来看这个19岁香港的抗争者，伊流亡来台湾，伊伫香港向控告刑事罪，伊就讲过。 台湾比香港更加安全。Is that I really want to go home. 就亲像伊讲的，更加安全，更加舒适，嘛是故乡较好。